今年北港朝天宫举办着妈祖绕境，信徒都爱注满着3剂疫苗才会当来参加。嘛宣导这个信众莫来软脚卡，防疫的规定会这么严格，就是希望大家拢会当平安消妈祖。 伫咧北港朝天宫的庙埕头前，会当看到提醒信徒遵守防疫规定的布条。为了迎接旧历3月小妈祖，庙方做真侪准备，其中上重要就是防疫情的措施。今年要求大家拢爱出满3档预防射，才会当参加运动。这边报名参加队伍，咱朝天宫有要求因要实名制报名。今年的运动伫咧旧历3月19号开始，除了来到庙里爱做实联制参加。 运动信徒，别拢爱注满3档预防射，才会当参加。提供予信徒的饭菜，别拢改用阿巴底。恁来咧食是用餐，卖讲大锅饭大家遐开咧按造成这防疫的破口。今年疫情无稳定，提醒来参拜民众一定拢爱遵守规定，做好防疫的工作，才会当安心入境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